现代台语版圣经耶利米书第37章。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设立约西亚的囝西底家代替约雅敬的囝约雅斤做犹大王。毋过西底家伊的人神甲全国人民毋听趁上主通过先知耶利米讲的话。西底家王派示利米亚的囝犹甲、马西亚的囝祭司西番雅去甲先知耶利米讲：请你替阮祈求上主，咱的上帝。迄时耶利米还未互人关落监，还会当伫人民的中间出入入。搁围攻耶路撒冷的巴比伦军队忽然撤退，因为因听见法老已经派军队对埃及出发。上主对先知耶利米讲：你甲因讲，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恁着甲派恁来求问我的犹大王安尼讲：你看觅咧，遐个出来要援助你的法老军队会撤退倒去埃及。巴比伦的军队一定会过来攻打即个城，甲伊占领，放火烧。上主安尼讲：恁毋通自我欺骗，想讲巴比伦人一定会离开恁，其实因袂离开。就是讲，恁甲来攻打的巴比伦全军拍败，剩一寡受伤的兵仔，因嘛会对营房起来，放火烧即个城。巴比伦军队为着要闪避法老的军队，撤退离开耶路撒冷。耶利米就对耶路撒冷出发去便雅悯地区，要伫亲族的中间继承伊的产业。伊去到便雅悯门的时，哈拿尼亚的孙示利米亚的囝守卫队的长伊利亚甲耶利米抓起来，讲：你要对巴比伦人投降吼？耶利米讲：你黑白讲，我无要去投降巴比伦人。毋过伊利亚毋听，甲伊抓起来，交互官员。遐个官员拢争起耶利米，就甲伊拍，甲伊关伫宫廷书记官约拿单的厝，厝已经改做监牢。因将耶利米关伫地牢几若日。西底家王派人去甲耶利米带来，伫王宫私下问伊：上主敢有甲你讲甚物？耶利米应讲：有，你会互巴比伦王掠去。搁甲西底家王讲：我有得罪你甚物？也是得罪你的人神甲遮的人民，你竟然甲我关落监。遐个对你有言讲巴比伦王一定袂来攻打恁甲即块土地的先知，呾伫倒位？我的主，我的王，请你听，允准我的恳求，毋通送我搁倒去书记官约拿单的厝，若无我会死伫遐。西底家王就下令甲耶利米拘留伫护卫队的城，逐日对饼店街摕一份面包互伊，直到城内的面包拢食了了。耶利米就安尼一直互人拘留伫护卫队的城里。